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錄音快活咕碌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鈴鐺個通知，同埋幫手分享條片，唔該晒。錄音快活咕碌，我哋招收谷友啦，詳情可以去到說明欄入邊嘅連結，撳入去睇下啦。大家好啊！全新嘅會員版心水大餅拼嚟啦。咁我哋今季呢就會玩呢個估練馬師王嘅第2啊。咁一樣啦，估得最快嘅係攞3分啦，第2嘅就2分，第3嘅就1分。咁呢，開跑之前2個鐘呢，我就會將呢個表格呢就掉上呢個會員群組嘅。咁截止呢，就會係喺尾二，即係練馬師王截止嘅時間啦。咁贏咗嘅話呢，就有機會免呢個1個月嘅會費嘅。第2名呢，就可以免半個月。除咗咁樣可以得分之外呢，每一次嘅賽事呢，仲會俾一場波大家估嘅。估中波膽嘅話呢，會額外再加多3分。呢一個呢，鬥快嘅只係得1個名額嘅啫噃。先嚟睇返會員版心水大比拼啦。3月15號嘅練馬師王第2呢，係蘇偉賢嚟嘅，咁啊冇人估中啊。去到夜晚呢，我哋就估曼聯對阿士東維拉嘅賽事，到最後呢，比分就3-1。咁啊，都係冇人估中波膽啊！咁啊，去到而家啦，暫時 Andy 都係6分帶住個頭嘅，東東就攞住3分排第2，兄弟姊妹要加油啦！大家好啊！尾場左擊手係咩嚟嘅呢？其實呢，佢就係上一季重點場次推介守尾門嘅進化版。因為喺尾場咁關鍵嘅時刻，要逆風翻盤，贏唔贏到都係睇最後一擊嘅。咁當然我唔會亂咁推俾大家啦，我會逐隻分析，包括埋馬匹狀態啊、場地嘅變化、部署啦、數據啦，全部都會講晒俾大家聽嘅。講白一啲，嚟到尾場，梗係搏唔好輸晒，甚至乎可以反敗為勝啦。所以如果你中意尾場搏殺嘅，就一定要嚟睇尾場左擊手啦。大家好，嚟到今次尾場左擊手啦。今次嘅尾場賽事呢，就跑呢個3班1650米，咁大熱門梗係勁沙塵啦，都唔使講噶啦。咁7號嘅建測群已經退出咗之後呢，就補入咗紫晨之星，騎師就用咗班德禮。咁啊，一齊嚟睇下啦。咁啊，1號勁沙塵。咁啊，近呢3場轉過嚟跑呢個1650米呢，就已經攞咗1 win 1個第2一個第3噶啦。咁上一場對住英俊飛區呢，就跑咗個第2，緊緊俾英俊飛區啄贏佢嘅。咁但係嗰場耗力其實都唔少，雖然復返貨嗰個狀態都仲係 OK 嘅。咁今次係5檔，繼續係潘頓。咁我呢隻點都會擺返喺度嘅，即係雖然我自己唔係咁中意潘頓啊，咁但係即係呢啲馬冇得唔放嘅，始終都係未甩過。咁但係膽唔膽得呢？後邊再研究。而你優才咁啊，呢隻一向都係跑啲中距離以上嘅。今季呢，跑咗7場，田草1200同埋1里呢都唔入呢個3甲嘅。照計呢，1650米對於佢嚟講其實係嫌短嘅，咁所以呢隻就擺低先，可能再減下分部處落去跑季尾。3啊做好自己，呢隻就加程。
其實近呢3場跑田草1400跑咗3個第3，咁啊轉過嚟跑谷草，咁啊1400跳上1650呢係都可以試下嘅。其實個狀態呢都算唔錯，但係呢一場呢，擺前走嘅馬實在太多啦，變成霍雲星攞住個4檔個出閘呢，好緊要。我自己會睇一場先嘅，因為氣量真係不明啊呢一隻。4啦，飛輪步呢隻呢，上場跑到喘鳴啦又。之前呢，呢個路程佢都試過一放到底嘅，咁但係跑下跑下最近呢出閘都唔夠快，啲狀態好似都唔 fit 咁樣，所以就擺低先。5啦，爆笑其實上一場呢，佢一樣係跑尾場嘅，咁但係結果佢出閘啊慢咗啲，阿巴道咁啊輸咗，跑咗個第9，輸俾好實力，輸4/3嘅馬位嘅，咁啊繼續嚟跑呢個路程啦，咁啊用翻贏馬嘅蔡明少，咁啊最近蔡明少真係爭啲啊，不過呢隻馬狀態真係 keep 住 fit 嘅，點都要擺翻佢喺度啊。6啦，仗義啦，呢隻一樣嘅，上一場同呢個爆笑都係同場，但係上一場周俊樂係更差，一出閘就全程跟後邊，因為個11檔啊，咁啊結果好似冇跑過咁樣，輸5個馬位佢就，因為今次再換人啦，但係就10檔，咁啊呢隻我反而就擺翻低佢先，始終呢個10檔啊。7啦，子神之星呢隻呢，季內其實插班跑咗3場，咁啊用唔同跑法㗎啦，又留後追啦，又跟前啦，又試下放頭咁樣。今次就轉過嚟跑谷草啦，我係咪可以當佢試貨谷草閘呢？咁但係其實呢，佢1月份有試過貨谷草嘅1007集嘅，都有追一段㗎喎。谷草閘嚟講，佢試得唔錯嘅，咁啊可以留意下走勢啊呢隻。因為其實係我啲跟進馬嚟嘅，抹低佢先，跟進走勢嘅。8啦，有形威馳啦，咁啊上一場爆咗個大冷腳，大家都估唔到啦。咁啊上一場佢呢就第一次跑呢個谷草650嘅，咁啊跑完個第2之後冇加分，咁啊巴道今次繼續騎翻，攞住個9檔。其實上一次佢輸俾一定掂都輸2個馬位嘅，但係贏嘅呢就贏電信巴打。咁啊睇嚟呢隻自購馬嚟香港適應都快，咁所以就都擺翻喺度先。始終算係季內跑得市好嘅馬嚟，到季中啊體能都緊要啊。9啦，翠兒威威啊，呢隻犀利啊！喺4班打搭贏3 win 升班，轉跑法。連續3場都係一放到底嘅。上一場呢，佢孭住個132磅擺前走啊，贏呢個奮鬥輝煌，贏4/3嘅馬位喎。時間呢，仲可以做到3班標準時間，睇嚟呢隻馬進步都真係多啊！咁啊升班馬上孭輕10幾磅，淨係需要孭118磅。嚟到5歲嘅自購馬，可能而家先成熟啊，咁所以要擺翻佢喺度啦。9、10啦，時時開心啦！呢一隻呢就插班跑咗2場嘅，2場暫時都未有走勢可以睇下，轉過嚟跑谷草都係試下嘅啫喎。11啦，魅力之妖俾佢抽到1檔，咁啊其實上一場呢都係喺好實力嗰場，咁佢呢就叫做跑咗個第5，輸2個幾馬位啊！咁啊其實跟前之前呢，佢就試過放頭，亦都試過擺前啲走。今次攞檔呢，好大機會都係擺前啲走嘅。咁啊轉下啲配備啦，加個綁脷，除咗個交叉鼻箍去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刺激感啦。呢隻都係自購馬嚟嘅話，不過紐西蘭嘅。可以拖翻腳嘅呢隻就12啦，爆得美麗呢一隻呢，跑到而家唯一一個上名路程呢，就係呢個路程啦。
上一季喺呢個路程就跑過第二，但係今季呢，就因為傷患嘅問題啊，所以就遲咗復出。咁但係近呢兩場翻過嚟跑呢個谷草1650呢，都唔算輸好遠啦，都係輸啲3個零馬位。咁啊嚟到今次啦，抽到個二檔加個眼罩，埋門呢試眼罩嗰課閘呢係試得幾好嘅。咁所以呢一隻呢都係要拖翻嘅。咁好啦，今次好似簡單好多喎。篩完之後得翻6隻馬啫，咁啊點樣揀法呢？如果講準成啊，咁梗係勁沙塵啦。咁但係佢又攞住個135磅喎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就試下用爆得美麗做膽，因為佢係輕磅，亦都眼罩，亦都二檔幫到嘅。跟住呢，揾隻而家最近都係要擺前走一放到底嘅翠兒威威，跟住呢，就先擺翻勁沙塵。其實呢3隻都好近嘅，跟住先至8號有型威馳。咁上一次係上名啊，今次應該都會跑得 OK 嘅。再嚟先至係11，同埋剩翻嘅5號。今次就簡單啦。咁啊，今晚嘅賽事呢，其實都可以嘅，唔算太難。咁希望今晚大家都贏多啲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最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歡迎留言問馬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